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主持人陈明珍。台湾黑人移民沙飞，300-400年前，因个祖先坐定船的橫過污水橋唐山過台灣來為打拼，研究他鄉變故鄉哦，以下算起來都係嚟到老移民嘅後代嘅。不過台灣到了20-30年來，有一批所謂一個新移民，而大體係因為結婚嘅關係，從東南亞、中國嫁來台灣嘅新移民嘅女性哦，那種人數呢，到100年嘅水平嘅代算起來呢，話有46萬人按多嘅嗬。因為看到呢種新移民嘅人數見來見到，故所桃園縣政府到民國94年嘅3月28號呢，是成立嘅新移民學習中心，到平鎮市嘅中正國小地位度。開設那種新移民學習中心，當中係個新移民先來為學習中文啦，又係講休閒啊，甚至聯絡感情嘅地方哦。今邊你來到呢個地方去討論，那新移民先，佢哋嫁來台灣以後，到生活上遇到那條問題，韓國到自我教養上面臨兩百年困難，韓國持在身份證嘅過程當中有乜嘅難題呢？你會請你新移民嘅先並台當嘅。專家學者還有來賓，還有在長官共同來參加討論。開會了！以下現場看到青島呢個新移民嘅5星帶到因佢哋位屋企嘅公婆，還個佢哋位天一胎小寶貝哈，嚟到您節目現場共同參加錄影，也馬上為您介紹現場來賓。第一個係您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嘅副局長吳林輝吳副局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個來賓係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沙飛文化研究所嘅所長張漢碧張所長。主持人好，大家好。再來呢，係您桃園縣體育所成立到沙溪地度嘅對新移民5星嘅關懷起點嘅中壢市自立社區發展協會嘅趙佩玉趙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那條新移民5星嘅田溪安人培養過後，嫁到台灣來啊，佢哋會面臨樣板型嘅生活上嘅問題、公婆嘅問題、家庭嘅問題、自我教養嘅問題，種種嘅問題都需要你來聽書落嚟嘅解決。先來看新聞記者樣片所做嘅介紹。打開農場佢用剪田，地度係一隻寫拍澎湃嘅寶貝，詳細看下一條寶貝留一般嘅無碼嘅數長，不過也是係緬甸傳統嘅破書包。宋子媽媽當地嘅木客總上打包，等人客愛來拿貨。6年前一場意外，佢家老公變做7本人，佢比到貴姑娘嘅4年內同老公一生日開家。嗰數幾天學做家用嘅破書包，嗰種動作透過天花嘅抹家用嘅下面，每食做唔上幾下擺。剛開始那幾個月的時候，做了丟，在這樣來來回回過程中，自己再慢慢去想看、嘗試看，說，這一次是這樣，筆記下來，那次筆又再記下來，到底是原因出在哪裡？所以不斷再這樣做。馮松子10年前來到台灣，兩公婆牽手打拼，唔過將來家到台灣家下已唔慣，生活好高貴好叫貴將客觀地位，還是唔敢承認自家係啲緬甸來的。我剛開始搬到這裡的時候，大家問我，你們從哪裡搬過來？我會說馬祖。來到這裡，我們跟別人交談的時候啊，台灣人講話的速度很快。所以我們有時在聽的時候就覺得比較難理解。愛等自家當氣氛嘅人呢，愛吹藝術好談嘅歌嘅。從這幾多年前開始接觸舞蹈表演，人呢天路好長一條，透過學習行出嚟舞卡，明顯是行卡到嘅朋友。一下唔單止拿到國小畢業證書，還有保姆嘅執照，還得到桃園縣100年有着新台灣市橋嘅表揚。本人看到佢哋同堅毅又勇敢嘅新移民5星。講到新移民，其實伊到第1年來嘅外事本樣都係行業，從係22年前來到台灣嘅採檢，真開始是為講客聽，未看唔識中文，仲會同意溝通，冇想為情義空條路客家係困難。
曾經係很後生嘅時間，我喺前條路哦，本人嘅門，而買學門畢業ไป我在1年我都冇讀書，呢片安尼講嘅句話，佢就唔會錄取你嘅。陶家老公嘅支持下，才經上萬嘅學中文，練習注音符號、寫詩。不過學會中文過後，又發現啲生活方還係有一道唔離偏。認識故事，我冇計裝揸走，我喺走到馬路上，我喺會發生咩事情，我都講人唔樣，我都冇辦法跟人家評論啊。警察判定你係冇駕照，你就係唔對嘅人啊。兩個啲無共用國家來嘅外事朋友都講出嚟新移民來到台灣但硬講嘢嚟嘅故事，就算係方言唔同、文化唔關，還係會面對社會學對佢也有一道唔好嘅影響。佢都還係走定自家嘅鋪條嚟打拼，美國本社會看到台灣新移民嘅多元力量同生命惡種。新闻影片里头看到2個新移民唔先講到佢哋嘅故事哈，青島影響到嗰陣時咧台灣嘅辛苦哈，都係咧切頭嘅點目子啦哈，因為真件係千難適應，尤其每家哈都天時安然啊，都無論係緬甸啦，然後係講呢個泰國啦、菲律賓啦、越南、印尼哈，真件種每家無按改啦哈。唔過來看一下呢個新移民嘅人數到底有幾多哈？根據呢內政部移民署嘅統計呢，一直到民國18年11月嘅熱帶哈，呢東南亞嘅我是朋友並泰陸嘅朋友所申請入境人數有457949啥，爸爸為463000多哈。再來看到係呢桃園縣嘅部分哈，桃園縣嘅我是朋友呢新移民新嘅人數也非常嘅多啊哈，主要係看到像大陸港澳嘅部分有佔嘅63.94%係人數最多嘅，再來係越南、印尼、泰國其他國家人數差唔多有49598啥，差不多53000多哈。想要強調一下我們的吳副局長，就是說，桃園縣有將近5萬的這個新移民女性哦，那他們其實來到台灣之後啊，他面臨很多的問題，當然就是有些絕大多數不是同文同種嘛，所以語言的學習是很重要。那教育局這邊提供什麼樣的協助？好，我想我們在中正國小94年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新移民的學習中心哈，就是希望提供一個學習的服務窗口哈，有關新移民朋友在學習上的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在這個窗口得到資訊跟服務。那我們也在這個地方提供非常多語言的學習課程，生活技能的學習課程。那無非就是希望幫助我們新移民朋友適應在台灣的這個學習的生活。那當然我們也結合很多的學校開辦這個成人的基本教育班，提供中文的學習課程哈，讓新移民朋友學會中文的聽說讀寫，那同時也透過語文的學習，學會我們台灣在地的一些生活的文化特色等等。是，那他們的教材跟我們這個小學生或中學生的有一樣嗎？不一樣，因為小朋友的學習的素材可能對於大家成人可能不是那麼適用。我們的教材是針對成人學習所特別設計的，那當然會依照它的程度區分初級、中級、高級，然後根據我們新移民朋友的中文程度來選擇適當的級別來就讀。那我們剛剛看的影片裡面有一位這個新移民女性，她領到了小學畢業證書，然後繼續攻讀這個中學啊。那這個部分學歷的這個就是這個求學歷程大概是怎麼樣？好，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台灣希望取得我們台灣的這個國中國小的學歷證明哈，是，那他可以目前國中國小有非常多學校開設附設補校，利用晚上的時間來進修。那修完他的課程之後，就可以取得國中國小補校的畢業證書，那等同於我們一般的國中國小的畢業證書。是是是。那我想接着就來請教我們在社區裡面這個教中文的趙佩玉趙老師哦。那這個您所在這個社區裡面是桃園縣第一個成立的這對新移民的社區關懷據點啊，在這裡他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協助？我們社區據點是由社會局桃園縣政府社會局所成立的，從民國95年開始，陸陸續續有開辦很多生活輔導的課程。那據點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是精神輔助，也就是說，我們的新移民朋友來到台灣了以後，首先面臨的問題，如果是在家裡要生養子女，沒有經濟問題。
那就主要在家里。如果有经济问题，他还需要出去外面工作，因此他所面临的这个社会上的适应就变得很重要。那除了生活跟经济以外，其实他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精神的协助。这个精神的协助部分，首先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恐怕就是朋友。那我们据点扮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角色。因为新移民朋友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其实他家人还是不是很放心让他出去外面交朋友。但是来到据点交朋友呢，那就比较放心了，因为据点是政府所设立的。不会交到坏朋友。是的。然后在我们据点呢，因为是朋友的立场，所以大家都用姐妹相称。当然也有一些是男性。那姐妹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是没有种族，也没有地域啊、肤色的分别。是，所以你们据点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是的。希望再来强调另一个张所长，就是说您曾经研究过东南亚的女性移民跟台湾客家社会之间的这个论文那就是说，这些嫁到客家庄的这些新移民女性，她们所面临的问题，跟刚刚我们这个局长、副局长或者是赵老师讲，有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说其实是差不多的？我觉得没什么特殊性啦。就我的研究的一些范围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碰到的问题其实可以分3个层次嘛。一个是国际，他们跨国，娘家在另外一个国，然后另外一个是社会的那个网络，其实并没有带过来。然后另外一个是家庭的适应问题，就是子女教养的问题。那我觉得就我来看，其实他们的生活适应，其实如果你就是放手让他们在台湾自己去找工作，然后自己去组织一个家庭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适应问题。那我觉得唯一的适应问题，是因为你的所有的社会网络都在另外一端。好，那另外一端刚好就被国籍法或是国境法所管制嘛，所以有碰到的问题会在那个部分。那在台湾社会适应碰到的问题就是社会网络的部分，就说因为他们并没有娘家的支撑，他也并没有把朋友带过来，所以他是一个人过来，所以如何把他们单点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团体，可以互相支持，然后支持他们在台湾的家庭适应也好，或者是给他们提供一些资讯的管道，甚至于说社会要传递一些什么样的资讯给他，其实你很难传递到各个个人的手里。如果可以透过一些社会网络的中继点，我觉得那个会发挥非常大的效果。那我觉得这边的这个新移民服务中心其实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边的新移民女性、男性我都访问过。那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共同的经验，就是说他们的适应能力其实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遇到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特别的特殊。是。那他们的我觉得最大的他们碰到适应的问题是阅读跟文字的部分。阅读跟文字。对，因为台湾其实刚开始并没有把越南文或是泰文或者是印尼文翻译过来嘛，那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法令的那个条文上面，或者是在小孩子的那个教养的过程里头，我觉得会是在语言这个部分扮演的比较重要的角色嘛。那我想请教教授，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客家这个村落里面，以前有没有看到这样，就是说，有这个会讲客语的这些新移民女性嫁到台湾来，那他们因为都会讲客语，那他们在台湾的生活是不是就适应上问题少一点呢？分类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印尼的大家都会讲客家话，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客家聚落里头生活的如鱼得水，他们连要学习做什么板啊，或是做什么粽子啊，做的都比台湾的客家女性是还要原汁原味。因为台湾的客家女性，因为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很多的母语甚至于是客家文化，其实没有办法靠他们传承下去嘛。因为现代化碰到族群的时候，族群文化会慢慢消失。是，反而是我看到是这群新移民女性，她如果加入了客家社区，她因为那个客家文化的传承的要求，尤其是在比较大的家庭里面，她反而会努力的去学习客家文化，然后把客家文化传承下去。那我们很多例子是说，太太会讲客家话，反而是她的先生不会讲客家话。所以真的是母语教育，就母语就教得很好了。靠这群新移民女性。OK， 感谢那群新移民嘅客家是个心口老年嘅台湾嘅新下一台客家搞的亲好不过还是强调我们现场的新移民女性，就是说你们嫁到台湾来，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那需要我们不管是政策上的调整或者需要我们这所谓的社会网络给大家支持，请举手发言好吗？这位。我是来自印尼，我的问题是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我之前来台湾就是嫁过来3年之后，可以开始办身份证了。那办身份证的时候，放弃国旗啦，还有其他的文件都准备好了。那就是因为我没有生小孩的关系，
结果就是一起等，怎么还没下来？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办的，他已经下来了，那我的结果还要再等3年才下来。那这3年内我都不能回去娘家。哦，所以你说没有生小孩就办得比较慢，有生小孩办得比较快。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这为什么我的比较慢这样。你还有打算要再继续生吗？还在努力当中。还是你已经取得身份证了？我已经拿到了，已经拿到身份证了。对。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会困扰你嘛？哈。对，之前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就跑来跑去这样。OK， 好，等一会我们请移民署来跟您回答。还有哪位姐妹？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以前就是早期来的，那碰到坐月子的时候要请妈妈过来，那在那个时候妈妈只能待在台湾1个月。那预产期的时间也不知道什么，知道可是没办法就确定让妈妈刚好那天来。那妈妈来了，月子还没做完就要回家了。请问你是哪个国家？我来自越南。越南坐月子吃什么？跟台湾的麻油鸡不一样吗？我们没有吃麻油鸡。是。刚好相反，台湾要是淡一点，我们要是咸一点。是，所以这真的是坐月子是女生生小孩很重要的，就是要坐月子。对，所以那时候刚好我只有能坐月子到大概20天左右，我就坐飞机回娘家了。这样子啊，是。因为没办法，因为每个人都，当我看到每个人都就是有妈妈，我没有。是，好，就是说您的在越南的这些亲友，不管是父母啦、兄弟，他们来台湾的时间是不是只有1个月？能不能延长？好，我们等会问移民署，还有哪一位姐妹？那一位哈。我是问办身份证那时候不可以出国的，万一我们是很远来的嘛，万一我们有父母，如果我们父母有生病啊，或是有大事情，我们要怎么办？办身份那时候不可以出国。就等于说这个时候如果想回去尽个孝道啊，探望父母，其实好像都会卡在这个法令上。对。OK， 好，等会我们来问，还有。我想问是要办台湾身份证，还要放弃国旗，可是我没有办法办，是我的财产不能搬过来台湾。可是我们年纪大了，要放在哪里？您泰国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是有遗产要给你。如果你放弃泰国国籍，就没有继承权。是。那能不能台湾这边就是可以采取双重国籍认证？有台湾的这边的中华民国国籍，也拥有泰国的国籍。是。好，那您的问题，我们一并来请教我们的移民署的这个入出国事务组组长兼服务事务大队大队长李林凤。好，谢谢大队长。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对，这个客家媳妇来到客家庄参加村民大会，很荣幸。我们移民署可以当成是各位的娘家，你们有什么苦楚，有什么需要我们协调的，我们愿意当你的娘家的支柱。告诉我们是属于移民署可以解决的问题呢，我们就承担下来。但是如果不是移民署问题，我们愿意当成一个单一的窗口来转介。对。好，那刚刚这些身份证啊、居留的问题，对，这个是移民署的吧？所以其实今天问到的很多问题呢，也不是移民署的问题哦。我就尽量来回答哈。好。所以包括第一个讲的就是办身份证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说要评估你有没有小孩。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不知道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背景的状况哈。我们并不会因为说你没有小孩，就把你的这个身份证的时间做一个延长。可能是他有其他的因素在考量哈。那当时的这个服务人员并没有说明得很清楚，所以造成这样的误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拿身份证呢不是移民署的主要工作，那个是叫做依照户籍法是我们内政部的户政司跟这个户政单位的相关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呼吁哈，这个外籍的配偶或者新移民呢，要拿我们身份证，并不会因为有没有小孩哈，就时间的长短不同。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婚姻的真实性，夫妻相处互相扶持的状况啦。好，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就解答了哈。你可能当时被误解了吧请见谅哦。那第二个就是说来台的亲人探亲的这个时间哦，只有1个月吗？一般来讲是1个月。那这个核发这个停留签证呢，是外交部的权责。那外交部会看他的家庭状况来给这个停留签证。那在之前，对，那以前哈，如果说就是只针对父母来台探亲的这个部分，是确实只有1个月的时间哈。那但是我们99年啊，我们署长啊
就台湾全省走透透。其实我记得他到第一个站就是在基隆，那基隆的这个越南的配偶也跟他提出类似的问题。我们回来以后呢，就跟外交部做了协调。所以其实从99年开始哦，外交部就针对有怀孕7个月以上的这个新住民，那其实包括现在我们也修法，把大陆配偶的部分也一并拉齐了。只要怀孕7个月以上呢，他的父母其实可以在台湾停留的时间呢，可以长达到6个月。有半年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把那个月子做完哈。OK。对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可以继续生了啊。对，可以考虑了。办身份证的期间，就是等于是在规划了哈。规划期间其实是1年都不能离开的话呢，是很快就可以到定居的这个阶段，就可以办身份证，没有错。对。可是你在这1年里面，如果家里面有一些状况需要回去的话，你还是可以拿得到这个中华民国的护照，搭配你的居留证。离开台湾，然后再回来台湾，只不过这1年的时间呢，你就没有办法拿到身份证，可能要变成2年，要停留到270天的时间。就等于说，对，他在这申请身份证的期间，如果遇到家乡的，他还是可以回去。父母有重大的事情，比如说身故、要奔丧等等，就是说他还是可以出去，但是就是说他时间拿到身份证时间会往后递延。对，就要往后递延。那可以跟哪个单位去提出申请？这个就跟我们是移民署、户政司。外交部，对，外交部。那双重国籍那个？双重国籍这个就很抱歉了哈。现在依照国籍法呢，他也知道他问了很久了，现在确实哈是要放弃国籍。但是我会建议你现在可以去换永久居留啦，你就先拿永久居留，有没有？你现在是不是居留还是永久居留？居留证嘛，你可以换成永久居留，还可以保有他原来的国籍。那你可以先回家去处理家里面的状况，处理完了之后，转换成美金，然后存到台湾的户头，汇过台湾的户头这边来哈，再来办台湾的这个。那是主持人建议的哈。好，谢谢李大队长哈。我想这解决了身份跟居留问题，很重要的是就业的问题，因为很多其实嫁到台湾来的新移民的女性呢，她们其实也要肩负着养家的责任。我想请教一下赵老师，您也有做这个就业辅导的部分哦。那新移民的这些新移民他们在台湾所面临到的这个就业的部分，有哪些的困难是最常见的？那是我们可以赶快来着手帮他们改善。目前来说，我们的社会对于新移民的态度已经在逐渐改善当中，可是进步的空间其实还是很大的。是。也就是说，我们的新移民朋友在家里面不但承担家务，还要去承担经济的这个责任，但是去找工作的时候，却往往受到待遇上面不是很公平的对待。那新移民朋友跟我们反映的时候，最后的结论就是，算了，我为了现在这样的薪水就忍耐一下好了。那我希望将来能够逐渐的改善。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吴副局长，就是说，其实有不少新移民呢，他们其实在本国都有不错的学经历哦。那可是来台湾，譬如说要适应台湾这边，那他们就学中文，也许就像我们刚刚讲，拿到小学、国中这边的台湾的学历哦。那他们在拿到这些学历之后，对于考证照啦或什么这个就业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吗？还是说这个部分其实是还可以再讨论的，在政策制定上可以再讨论的？我们县政府有劳资局哈，提供就业的这个训练跟辅导工作哈。那在终身这个学习中心的部分哈，重点是放在包括譬如说有一些生活技艺的部分，烹饪啊、烘焙啊、电脑啊，或者是手工艺的创作啊等等。我想我们在这里开设了非常多的课程啊，让我们新移民的朋友可以来参与。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哦，他可能会去找到他可以将来从事的工作行业。那像我们也有一个例子，就是在烹饪课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新移民朋友做的那个破书包，做的这个非常可口，非常好吃。那后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某某人做破书包很好吃哈，然后慢慢的大家就会有人说，我要跟你买，你是不是做这个可以卖给我哈？然后慢慢的很多活动啊，因为我们现在多元文化的这种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哈，所以很多人就跟他订购下订单，你帮我做多少，所以他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生意就越来越好。那从这当中就发现慢慢可以成为一个稳定的工作哈。那其实我们类似这样东西蛮多的，像手工艺的制作也是一样哈。那学会一些东西，他做出来成品，发现还蛮有质感的，可能就会有人想买这个东西，慢慢就会可以变成一个稳定的工作。那我想在新移民学习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让这些新移民朋友在这边找到自己可以优势的能力，他未必在我们这边的课程未必可以足以让他去考上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证照，可能不容易，但是他可以从他的这个学习过程中发现他的长才长处可以发挥的地方，那进而可能找到自己创业的一条路。OK， 好，那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机会提供给我们现场的新移民女性。你们在台湾这个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还要肩负经济的这个重担，这当中过程里面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还或者说有哪些问题的要想要请教，请举手好吗？我想請問下，個買學長意思我都拿泰陸文憑啊去工廠就業的時候，佢係係而咧泰陸文憑要算嘛，要承認了嘛？你到泰陸嘅文憑係讀到乜嘅？像高職啊，所以你要問一下泰陸嘅文憑都台灣應聽的問題嘛？好，感謝，好，那個想請，哪個前面這位？我想請問一下，新移民背景離鄉來到台灣，就是為了要過更好的生活，找更好的工作。可是為什麼新移民的工作待遇懸殊那麼大呢？是，好，這個問題好。好，謝謝。謝謝。這一位，之前轉去本印尼阿爸阿妹用是，因為之前的話，用台灣的銀行機，台灣的銀行機是手續費很貴，而且匯的利率不一樣。要把錢匯回印尼的時間跟匯率還有手續都是超。對，然後目前我是去那個一般小型合法的銀行寄，然後手續費大概200塊。以前沒有，以前是用身份證寄，那現在是因為有可能是因為錢的流動量的關係嗎？還是什麼？那因為我們現在有身份證，反而現在有身份證，現在他不讓我們寄，然後一定要用到外籍居留證，對我們才能寄這樣子。OK， 好，你的問題等下請你這位。我找工作是英文老師嘛，然後我是大學畢業，然後我在這邊讀張金路美語，我有 certificate， 然後 TESOL、GEPT， 高那個 TOEIC， 可是好像還不夠，然後他們有說外表是。不是像美國那一種的。菲律賓老師教英文跟着美國老師教英文不一樣。在這邊很難找當英文老師的。OK， 好，謝謝。我剛剛看後面還有一串點點的哈。看到一個工廠啊，都貼說要找一個拼車的，都是車衣服的哈。是。然後我都進去應徵了，然後應徵的時候呢，我就給他看我的作品啦，我女兒穿的衣服，我說是我自己做的啦哈。然後我在印尼的時候，我們家是做成衣廠的，有30個人工，我就全部機器我就會操作就對，然後我就去應徵，他說好啊，就是叫我明天去上班，都是縫那個，對，不是衣服啦，是窗簾啦，我窗簾是，窗簾是很簡單，我以為是很簡單，它是直直的，然後我就去應徵，就說好啊，你去。就明天叫我去上班，然後進去做的時候，結果他就不是叫我，都不是給我車那個窗簾，都是叫我做一些裡面的打掃啊、雜物啊的事都對了。好，我們想問題很多，但是我們先請台上回答一下好不好？我想請這個張所長給我們回答一下，他們在面臨就業的時候，譬如說他們在本國的學歷，也許台灣不見得承認，或者說像剛剛有這個高職的，也有這個大學畢業的啊，然後他們在就業的時候面臨很多的問題，甚至說給了待遇同工不同酬，甚至說應徵 A 工作，但是實際去操作是 B 的這個業務內容啊，那這些問題到底是我們的台灣的社會這個網絡這些觀念的改變呢，還是說政策法令上面還去做調整？這個結構上的問題嗎？還是說是個別的問題？我試着回答一下哈，因為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研究範圍裡面，我看到他們在經濟適應這個部分哦，其實會跟他們的嫁進去的那個家庭的那個要求，其實會有一些衝突。就是說，其實他們會新移民嫁來台灣，然後那個
婆家都是希望生小孩嘛，照顾家庭嘛，然后最好不要出去工作嘛。可是通常他们因为加入的那个阶层，所以他们其实跟我们一样，需要双薪去使得家里的这个各种生活可以非常丰裕的这种完成。那通常他们都会有经济适应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在经济适应在台湾的社会这个部分比较没有去处理到他们找工作这件事情。那我的经验，我的研究经验就是说，他们通常找工作的地方会有2个地方，第一个叫小吃店。所以他们会去越南小吃店或者去印尼小吃店，然后那个就有非常多的资讯，然后就会说谁介绍谁去工厂，然后谁介绍谁去做什么事情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非政府组织，就是像中正国小这样子的团体，它也有一个社会网络嘛。那我碰到的新移民，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工厂做那个作业线的那个工作女工。然后有一些是因为家里的关系不允许他出去，那他就会打零工。那零工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嘛，譬如说摘菜呀，或者是去那个早餐店帮忙，很多是去早餐店帮忙。那回过头来想，就是说，其实政府在制度上面并没有告诉他们有一些工作媒合的一些据点在哪里。那先不要管前面证照的那个部分嘛，或是教育程度文凭要不要承认那个部分，先不谈的话，就是说在工作媒合这个部分，其实在制度上面的设计其实是非常的少。就是说制度性没有办法支持的时候，就变成个人的你的运气、你的际遇的问题了。你碰到好的，你就会好的。但是通常他们的工作媒合点，我的印象应该都是在小吃店。好，小吃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社会网络的中心，所以包含那个寄钱回去也很多是透过小吃店。像其实唐太因台当兵台下嘅新移民新嘅互相交流嘅问题，还有呢发现到其实到台湾生活嘅你也等人就一家人之间共同嘅通识对方，知道尊重对方，包容对方像非常重要嘅需要你过来之間地方呢，像其實大家上網來做啦按樣現在所以建立咗友善社會來面對咧，就漂洋過海加到台灣嘅新移民嘅五線咁所以共同建立咗台灣較好嘅新嘅家園。先去看下廣告以後繼續討論新移民五線所面臨嘅教養嘅問題、自然教養問題係乜嘢呢？